歡迎大家收睇 PT 玩住傾呢個頻道。PT 喺呢個頻道入邊係代表 Play Therapist 遊戲治療師咁解。我係 Anna， 澳洲註冊遊戲治療師。我嘗試咧用唔同嘅方法模式，同大家一齊輕輕鬆鬆咁樣傾下偈，從遊戲治療、從心理學嘅角度，了解下小朋友情緒行為背後嘅一啲原因，亦都分享下咧我一啲嘅經驗啦，同埋處理嘅方法。為家長、為照顧者、為老師咧，都希望能夠打氣。上一集我哋透過一套電影《我們不是什麼》喺入邊，輝仔呢個角色咧，見到如果一個童年長期都處於係一個好驚、好焦慮、情緒又唔能夠被表達，特別係負面嘅情緒啊，係不停被抑壓住嘅，係覺得唔好嘅、唔可以講嘅，甚至乎係長期被虐待、被侵犯、被欺凌嘅話咧，大個咗之後咧，佢哋嘅行為啦、情緒啦，都往往咧出現好多唔同嘅狀況。我舉個例，佢哋可能咧好難去相信人，因為當關係上邊太接近嘅時候咧，好怕咧再被傷害，所以好難同人建立一個互信、長期正面嘅關係。又或者咧，好怕俾人知道自己以前發生咗咩事，又唔知人哋點諗自己，好怕俾人進入自己嘅世界。所以佢哋嘅自信心，佢哋嘅自我形象咧都比較偏低，甚至乎會喺價值觀啊、世界觀上面咧都被扭曲咗嘅。最近有一則新聞係關於一個工人姐姐，係將一個2歲同埋3歲嘅小朋友咧都放咗入一個狗籠入邊，而佢自己咧就喺側邊度睇手機。事件咧係透過媽媽從 CCTV 入邊咧係揭發咗。我諗大家咧，我都想像得到啦。呢2位小朋友如果係持續性啦、長時間啦，都被困喺一個咁有局限嘅空間入邊，對於佢哋嘅身體、佢哋嘅發育咧，都造成好大傷害嘅。如果呢件事、呢個環境、呢個狀況或者被忽略嘅狀況都係持續嘅話咧，對於佢哋嘅心智咧、佢心靈嘅發展咧，都有好大嘅影響嘅喎。而呢則新聞咧提醒咗我點樣能夠幫助小朋友，甚至乎咧喺嬰孩嘅期間咧已經開始幫助佢哋建立一個安全感。亦都諗起咧一個幾得意嘅一個研究，一個美國嘅發展心理學家 Dr. Edward Tronick 喺1970年代咧做咗一個叫面部表情嘅研究。講呢個研究之前咧，我就要請一個特別嘉賓出場啦，佢就係佢叫做小星星啊！小星星咧仲係一個 BB 嚟㗎，需要被保護㗎。而喺呢個研究入邊咧，就有2個角色，一個咧就好似小星星咁樣 BB 嘅角色，一個咧就係媽媽嘅角色。咁而呢個研究咧係分咗3部分嘅喎。第一個部分咧就好似我哋平時一樣，見到 BB 啦，或者見到小朋友嘅時候，都會想同佢玩、同佢交流嘅。例如我哋見到 BB 仔，佢哋唔識講嘢，但係我哋都會同佢講咕咕，或者係摸下 hello， 摸下佢手仔啊，摸下佢腳仔啊，摸下佢面仔啊咁樣嘅。而 BB 仔咧，當見到一個人喺佢面前啊，有樣嘢咁多表情嘅、咁多喐動嘅話咧，佢都會不其然咁樣咧，好自然咁笑啦，咁樣啦。又或者咧，甚至乎啲手啊、腳啊，都會喐嚟喐去啊，撐下咁樣。咁呢個交流咧，令到個 BB 咧都係好開心啦、好雀躍、好興奮嘅一個狀態。而呢個研究去到第2部分咧，就係媽媽擰住面，跟住咧擰翻轉頭嘅時候咧，就目無表情啦，就係咁樣望住小星星，一句説話都唔講，掂都唔掂佢，冇任何嘅身體接觸。持續咗咧幾分鐘嘅時間，而小星星開頭見到面前嘅媽媽，突然之間冇咗任何嘅表情，佢都會想咧撩下我，佢會開始笑下、喐下，想同我接觸嘅。但係咧，我堅持咧喺呢段時間入邊咧，都係保持住一個目無表情嘅狀態，冇任何身體接觸，冇任何嘅交流語言。慢慢小星星就覺得好唔耐煩，甚至乎好不安。佢都不知所措啊！點解呢個人撩嚟撩去都冇反應嘅咧？
佢慢慢咧就會將佢嘅行動啊升級啦。例如佢會喐得大力啲啦，佢會開始好不安嘅時候會喊啦，會叫啦，大聲咗啦，希望咧令到我有反應嘅。但係我依然都係冇反應，佢就會開始咧真係大叫大喊啦。而喺研究嘅第3部分咧，媽媽又再擰住面再翻嚟嘅時候咧，就好似第1部分咁樣，再同佢咧互相交流喎。可能同佢講喺度，知道啦，OK 啊，媽媽喺度，咁又再摸下佢啊，掂下佢啊，同佢傾下偈啊，玩下咁樣。而小星星咧見到媽媽再次有反應嘅時候咧，佢嘅人咧就慢慢鬆咗落嚟啦，佢嘅心情咧慢慢亦都平復翻啦。而呢個研究提醒咗我哋，原來人與人之間咧係需要互動、需要交流嘅。而呢個交流咧，唔單止咧係面部表情啦，可能仲係一啲嘅身體接觸啦、言語啦，咁樣去建立一個安全感，建立一個互信關係嘅。而如果當一個 BB 或者一個人小朋友長時間都冇一個回應嘅反應嘅話，回應嘅對待嘅話，佢哋會開始有個不安嘅情緒啦、焦慮咧，就咁樣慢慢建立出嚟。而到最後，如果都未能夠同佢修補，就好似第3部分咁樣，媽媽翻轉頭係同佢繼續修補翻佢哋互信嘅關係，等佢嘅心情能夠平復。但係如果呢個狀況、焦慮嘅狀況唔能夠被修補嘅話咧，咁大個咗之後就會有我哋之前所講嘅好多嘅情緒行為嘅狀況出現咗啦。所以呢一集咧，亦都提醒咗大家當我哋有同小朋友交流嘅時間咧，我哋係需要係聆聽啦，需要去接觸啦，需要俾耐性佢哋嘅，去聽下佢哋嘅需要，同佢做一啲嘅正面嘅交流同埋互動嘅喎，讓佢哋咧從小已經係學習或者建立咗一個咧係健康嘅安全感。咁慢慢大個咗之後，佢哋嘅心理上邊啦，都能夠健康咁樣成長啊！好啦，今集咧我哋就講到呢度啦。我歡迎大家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亦都歡迎大家咧去留言同我一齊交流下傾下偈嘅喎。所以請大家咧 comment、like 同埋 share 啦。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